最初構思就利用一個大嘅環境，比我哋更規模大，比起其他景更規模大，甚至乎呢個足球場咁大。當初嘅感覺就係一個好似工廠咁樣，而家有一啲羅馬鬥獸嘅感覺，所以3王要同嗰陣時決戰嘅時候，咁我哋好有足夠嘅空間去發揮呢一場比賽，咁俾到甄子丹更多空間去諗呢度。你冇睇佢勁大係易拍嚟嘅，就好難拍嘅，因為空曠咧入邊牽涉嘅人物只不過係4個人，三王同埋火雲邪神一個決戰嘅環境嚟嘅，3個人同一個反派打喺一個咁大嘅環境咧，個走動位難啦，譬如 set 鋼絲比較難，你睇個樓頂幾高你就知道。香港難揾到一咁大嘅景嘅，只係中國大陸先可以揾到咁大嘅景，咁亦都係實花咗個錢去搭呢個景啊，同埋個 design 啊，嗰個入邊嗰啲道具啊，都好有設計，去配合翻我哋成個劇情、成個風格。每一套動作片入邊咧，往往都有一啲練功嘅場面，借助道具去介紹人物入邊嗰個功夫幾犀利嘅。我哋設計咗2個道具俾我哋大反派火雲邪神去練功，一個就係一個巨型鐵嘅木人樁，另外一個就係巨型大沙包。今次嘅武術會係比較唔係超現實嗰啲，火雲邪神練功係主要係練力量，呢個沙包係比人更高2-3倍。觀眾一睇就好明白我哋嗰個反派個功力去到邊度嘅。我相信呢個巨型大沙包咧，亦都可以健力士大全，應該破晒紀錄㗎啦。因為我從來未見過一個咁巨